有防肠病毒，上重要防治措施就是要做好手部卫生。所以，不论是食饭前、抱囡仔前、返去厝后、便所了后，或者是耍游戏后，拢应该爱洗手。尤其伫洗手时，嘛爱做到正确洗手5个步骤：湿、搓、冲、碰、擦以外，嘛爱落实内外加工大力丸的洗手口诀。为了向小朋友宣导正确防治观念，市府6号伫二林国小举办111年台南市肠病毒防治誓师的活动。好，内，外，夹，公，大，力，完。市长要谢谢各位老师，还有各位家长，还有各位小朋友，因为大家很注重这个勤洗手的卫生，而且都戴口罩，我们不仅流感的或是一般性感冒的病例减少了，连带的肠病毒的病例也减少了。我们的疫苗接种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忙，谢谢各位家长的帮忙。我们国小阶段的 COVID-19 的确诊率，大概比全国平均还要低4%，等于说全台南市减少了4500个国小的同学确诊。因此呢，这些传染性疾病事实上对于孩子的健康以及生命的威胁都是很大的。市长委特表示，台南市不论伫肠病毒、流感、COVID-19 疫情防治，也则是提悬儿童疫苗接种率，拢非常的成功。这传染疾病不仅对囡仔健康造成威胁，嘛增加了家长以及老师的照护负担。减一人确诊，就减1分压力。而且感谢各位师生以及家长的全力配合。另外，伫环境清洁部分，嘛会当用100cc 的漂白水，加入10公升的清水当中，会当用伫咧拭桌洗佚佗物清洁教具等小朋友容易接触的物品。黄伟特也再次呼吁大家，爱做好相关防疫措施，避免校园以及社区传染肠病毒等相关传染疾病，保护家己，嘛守护家人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